2月7号晚8点半，众多迷妹在长沙机场热情等候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小哥哥迪马西。一走到出口，小哥哥就获得了一大波粉丝的热情簇拥。Say that you love me, say that you care.在一众迷妹的包围下，小哥哥缓缓走出机场，但依旧保持着迷人的微笑。众多鲜花、相机高高举起，小哥哥都几乎淹没在人海中了。姥姥努力给小哥哥拜年，希望吸引小哥哥向我们芒果 TV 的宝宝打招呼。Happy New Year! Say hello to camera. Thank please. Say hello to thank please. Thank please. Thank please. 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을 볼 때면 자꾸 가슴이 더 설레어와。最后，在一片热闹中，我的小哥哥终于靠近了汽车，友好的向粉丝们道别后，坐上了自己的座驾。粉丝们见到爱豆也都超级开心。我觉得他脾气特别好，然后大家一直都挤着他嘛，但是他都一直就大家都是就是一直都笑着看哥哥的镜头，然后给大家签名啥的，我觉得他人特别好。小哥哥加油，我们会一直支持你，永远是第一名。据悉，这次小哥哥来长沙将参加新一期歌手的录制，以及在正月15元宵喜乐会中带来融入家乡哈萨克斯坦风情的精彩表演。想知道这一次小哥哥会不会再有新的突破呢？那就一定要守着2月11号晚7点35分现场直播的元宵喜乐会了。芒果捞新闻，网上看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，只在芒果 TV 报道。